今次嘅世界大學生運動會，我哋中國香港代表團合共派出73名運動員參賽。運動員喺比賽中展現咗卓越嘅競技水平同埋不屈不撓嘅精神，為中國香港爭光，令我哋所有人都深感自豪。我哋獲得2金1銀4銅嘅7面獎牌。今晚我哋喺呢度一齊，不僅係為你哋慶祝代表團嘅卓越表現，也要表揚每一個運動員，求佢支持佢哋嘅人。你哋付出嘅努力就係香港嘅精神，也係我哋嘅驕傲。藉住今日呢一個機會咧，我好衷心多謝香港賽馬會對香港精英體育運動發展嘅鼎力支持。由2023年再度贊助體院，透過香港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咧，為大型嘅體育運動表現傑出嘅運動員提供現金嘅獎勵，給予運動員莫大嘅鼓勵同埋肯定。同時，我亦都好感謝特區政府、港協暨奧委會、大專院校協會同埋各體育總會、各院校一直以嚟齊心動力推動本地嘅精英體育發展，共同去孕育一代又一代嘅優秀運動員。希望透過呢個計劃，係能夠盡一點嘅心意，俾我哋咁積極為我哋香港去爭取榮耀嘅運動員咧，對佢哋嘅努力嘅付出咧，一個少少嘅心意嘅表達嚟嘅啫。咁估唔到呢一個少少心意嘅表達咧，換嚟大大嘅成績。咁所以嚟緊全運會就嚟開始咧，咁我呼籲在座嘅運動員千祈唔好客氣，一定要爭取佳績。我哋當然代表特區政府恭賀所有嘅得獎嘅運動員，亦都衷心感謝每一位參賽嘅運動員、教練團隊同埋體育總會嘅支持同埋付出。仲有唔到2個月，我哋即將迎嚟粵港澳大灣區第一次聯合承辦嘅15運會同埋全國第12屆殘疾人員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，希望大家繼續為我哋中國香港運動員打氣，期待佢哋喺全運會同埋殘特奧上面再創佳績，為香港爭光。